柏元芳為紅館獻唱，為災民打氣。經歷日本地震嘅何潤東，尋日返到香港啦。因為我跟 AK 正在做採訪嘛，然後當時一震的時候，我們就全部我們在地下室，然後就覺得說其實地下室不是那麼安全，我們就跑到街道上，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會有閃過那個921大地震那個時候的那個畫面，那個時候就感覺到蠻恐怖的。要押後喺日本嘅音樂會，咁損失幾多啊？我不知道，這個沒有去算。地震的隔一天，其實就是音樂會嘛。那我們取消，然後有跟一些fans 跟他們碰面，跟他們講說不好意思，抱歉。那如果他們真的有什麼受傷或者怎麼樣的話，我可能會真的難過一輩子。那我覺得錢是小事，我覺得大家平安最重要。以80年代紅透日本嘅45歲柏元芳為，都會強忍國傷，照原定計劃應周慧敏邀請，今日嚟香港啊！佢後日會喺紅館為周慧敏2場歌唱，擔任表演嘉賓。另一邊廂，日本前國腳中田英壽對於家鄉山梨縣被地震波及，都喺微博度話好擔心啊！我馬上打俾我阿媽，佢話冇事，但係我依然好驚啊！壽仔聽日會去到台灣同孫燕姿、張惠妹等出席華視舉辦嘅賑災晚會，為日本災民出一分力。